各位東網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周靈山。靈感主義南瓜月嘅第2個禮拜呢，我哋就會整一個素嘅黃金豆腐煲，另外仲有南瓜雪條喎。希望喺海外讀書嘅同學仔呢都可以食得開心啦。嗱，處理南瓜嘅方法呢，我喺上一集都講過啦，你只需要煮一次呢，就夠用喺我呢8張食譜度噶啦。方法就係將個南瓜洗乾淨，抹乾水，然後鋪張錫紙喺個焗盤度，放個南瓜上去。入焗爐嘅最低1格，跟住先至開200度焗佢1個鐘。焗起咗之後，即刻拎嚟個焗爐，放喺室溫俾佢攤凍。咁而家我哋就整咗個黃金豆腐煲先啦。有時喺海外讀書，父母唔喺身邊咧，自己整翻個餸，跟住加翻碗飯咧，食完之後都唔使咁陰功，又有翻動力去讀書嘛，係咪？首先向砧板放塊布，然後倒嚿軟豆腐出嚟，用布包住佢，印乾水。先至再切粒。第2步就切啲南瓜出嚟啦。今次我哋會用近嘅南瓜皮，即係較乾身嘅部分，放咗落碗之後呢，就用手撳到佢冇粒，然後倒你揀嘅奶落去，攪勻。你用咩奶都得嘅，份量入邊有寫噶啦。下一步開中火燒熱個煲，然後落油，再放丁香、八角、小茴香粉同埋鹽，炒香30秒之後，放南瓜同埋魚生豉油，攪勻啦，調去中細火，冚蓋俾佢煮1分鐘，跟住就放軟豆腐啦，輕手咁樣喺底嗰度兜起，將佢撈勻。如果你中意食濕啲嘅，你可以放埋第2部分嘅奶落去，輕輕撈勻之後，冚蓋再煮3分鐘，灑埋啲蔥花呢，咁就食得噶啦。嗱，我係專登整到咁簡單俾你哋噶，真正嗰啲黃金豆腐煲唔係咁樣整噶，仲有多啲步驟噶，因為我唔想你哋辛苦啊。嗱，如果用近皮嘅位置嘅南瓜嘅話呢，佢就會乾身啲，食落口呢就會更加似鹹蛋黃噶啦，係咪好開心呢？攞嚟送飯呢，我就最中意噶啦。咁而家食完主菜之後呢，我哋就整個甜品，就係南瓜雪條啦。將所有材料放晒落個攪拌機度，包括有椰漿、梳打水、近核位置即係較為軟身嘅南瓜肉、富士蘋果，同埋你自己中意用嘅糖漿，然後打成蓉，再倒入雪條模，跟住放入冰格雪硬。食嘅時候呢，就浸暖水30秒啦，咁就可以好輕易拎到佢出嚟噶啦。嗱，喺海外讀書嘅同學仔，如果你係冇攪拌機嘅話，唔緊要，用翻我教你整豆腐煲嘅時候揸爛啲南瓜嘅方法呢，咁就得噶啦。至於蘋果呢，你可以唔落嘅，但係如果你想放嘅話呢，你可以將佢刨成蓉，跟住放落去。但我又唔想你哋咁辛苦啊嘛。我希望你哋會中意我呢2張食譜啦，同埋要食得開心啲啊。我仲有4張教你哋噶，所以記得翻嚟睇啦。逢星期1嘅靈感主義，知唔知啊？拜拜。